中國嘅民間俗話咧就係話，逢親赤馬紅羊咧就係一啲所謂嘅災年。咁啊寫到1966年嗰次咧就係第38次嘅赤馬紅羊。咁如果你睇今年個通勝嘅地武卦咧，嗰個牛郎啊係冇着鞋嘅。咁佢地武卦都講到話春夏咧就有大洪水。嗱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今年嘅年初即係春夏咧係會有好大水嘅。所以古人咧就話呢個係水火相沖交沖嘅年份，同時影響嘅咧就係有日本同埋美國嘅。咁美國咧我就好擔心佢個財經嘅問題啦。咁日本而家仲係右翼上台，國民仲要支持高市早苗。中國係另外一個可能性係同邊境嘅鄰國開戰。大家都知道而家中非同埋中日個邊境嘅摩擦，咁呢個就反翻轉頭就應翻赤馬紅羊嗰個機會率啦。中國嘅民間俗話咧就係話，逢親赤馬紅羊咧就係一啲所謂嘅災年。咁呢個咧就係因為響南宋嘅時候，有個柴望寫咗一本叫做《丙丁歸鑑》嘅書。咁佢就其實做一個統計學，就係每逢60甲子裏邊嘅赤、丙午丁未兩年，就做一個總結，即係發生咩事。咁佢當時寫嗰本書嘅目的咧，就係其實係勸當時嘅皇帝宋理宗咧，叫佢防範蒙古嘅。即係呢本書佢係借古諷今啦，有少少咁啊得罪皇帝，咁啊所以咧柴望啊俾人哋拉入監獄，後來放翻之後咧就從此唔歸隱啦。咁呢個古仔咧就係去到後來明朝清朝都有人繼續續嗰個赤馬發生嘅事。咁啊寫到1966年嗰次咧就係第38次嘅赤馬紅羊。嗱，咩叫赤馬紅羊咧？赤馬紅羊因為丙就係天干，午就係地支，丙就係屬火，五行。午咧又係屬火，午咧就係12生肖裏邊嘅馬，丁咧又係屬火，未咧又係屬火，但係未咧就係12生肖裏邊嘅羊。紅色同埋赤色咧係代表火嘅，所以就叫做赤馬紅羊啦。呢個就係一般人嘅講法。咁呢38次嘅統計裏邊咧，其實得出嚟嘅結論咧係好得意嘅。有16次咧係皇帝死咗換人，有18次咧就係個朝代裏邊嘅皇族裏邊嘅鬥爭，7、8次咧就係換政權，真係所謂天下大亂嘅情況咧，得6次啫。嗱，唔係想象中咁多嘅。咁而另外一部分係咩咧？就係同啲外族嘅戰爭。舊時就打匈奴啦，打倭寇啦，打其他嘅嘢。咁呢個就係當時嘅情況。哎呀，1966、67年咧就係丙丁歸鑑啦。咁嗰年咧就係中國文革，我哋香港嘅暴動。咁大家有冇留意過1906年、1907年又係丙丁歸鑑？嗰兩年發生咩事咧？嗰兩年係乜事都冇嘅，世界係冇大事發生嘅，包括中外。不過1908年咧，就係光緒同慈禧響相隔一日死咗。咁跟住之後3年嘅宣統，咁清朝就亡啦。嗱，呢個就反而係個丙丁歸鑑嘅後續影響。咁同埋丙丁歸鑑咧，亦都包括唔到一啲大嘅朝代改變，所以明唔明啊？用一個機械式嘅60年去解釋一個歷史咧，其實係有毛病嘅，明唔明啊？一定要嗰個時代加上一啲天星啊，其他嘅嘢。天星上邊咧，土星同木星係每20年左右相會一次。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嗰啲3元9運風水力啊，
點解而家行緊九運啊等等呢啲咁嘅八運七運嗰啲嘢，其實嗰個運咧就係咁樣嚟嘅。但係因為土星木星咧就唔係咁準確，有陣時係會19年幾，有陣時係21年幾，咁所以嗰個會嘅時間咧係比我哋個曆法嗰個時間咧係褪咗嘅。我哋就叫做歲差。上一次嘅會咧就係2020年嘅12月26，2024年正式入去九運。中間發生咩事啊？我哋有 Covid 啦。我哋有俄烏戰爭啦，我哋有嗰啲以巴戰爭啦，嗱一大堆嘢。但係去到2024年咧，就多多少少係全部平靜落嚟啦。嗱，所以你睇到呢個係嗰個歷史嘅轉變。好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土木相會咧。嗱，1842年開始，到而家咧有13次嘅土木相會，13次裏邊咧有12次咧。嗰粒土星同木星咧，就會喺我哋個天球所講嘅巳酉丑宮。巳酉丑係屬土嘅，天星上係旺西方嘅，係旺物質嘅。去到2020年咧，土木係啱啱響雙子座，我哋叫做申子辰宮相會。咁呢個係預示咗咧東方崛起嘅。而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未來嘅200年咧，都係喺申子辰，咁所以東方起西方降呢樣嘢咧，幾乎喺術數上咧係一個定論嚟嘅。赤馬紅羊嘅總結係乜嘢咧？咁嗱，大家咧就唔好聽一啲末日大師嘅講法，因為網上有好多呢啲末日大師嘅。咁咧就講到咧就哎呀呢個世界咧就嚟就會世界大戰啊、中美大戰啊、中日大戰啊、中台大戰啊，各種嘅戰爭。赤馬紅羊有冇安寧嘅年份咧？有2年2次。咁而赤馬紅羊響嗰啲咩皇帝死啊、政治改變啊呢啲嘢嘅情況咧，對我哋老百姓咧係冇影響嘅。我哋都繼續生活嘅，啱唔啱啊？佢哋呢啲高層嘅事唔關我哋事，咁呢個就對我哋其實就唔係話影響得咁大嘅。但係因為呢2年都係火旺嘅年份，咁所以咧就會有啲所謂我哋五行就叫做呢啲叫做夫偏嘅年份。咁啊火旺嘅會有咩現象咧？咁大家一諗最簡單諗到嘅就火燭啦。第二火燒啦，咁火燒即係屋燒咯喎，咁古代咪即係打仗咯，係咪啊？咁今日咧，我哋個火就多咗個定義咯喎，就係飛彈啦，亦都可以火山爆發喎，啊，所以咧今年嘅天災係會比較多啲嘅，但係因為丙午年咧好奇怪嘅，我哋有另外一個數咧就叫做納音，今年個納音咧係屬水嘅，所以古人咧就話呢個係水火相沖交沖嘅年份。咁如果你睇今年個通勝嘅地武卦咧，嗰個牛郎啊係冇着鞋嘅。咁佢地武卦都講到話春夏咧就有大洪水。嗱，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今年嘅年初即係春夏咧係會有好大水嘅。我哋香港啲石屎屋唔影響啦，但係我哋仲有好多人住喺山邊啊，住喺啲低窪地帶啊，係咪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咧，大家就要做下防備啦。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一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咁而因為火旺咧，所以到夏天嘅時候咧，我哋呢幾年咪話地球暖化嘅，咁但係其實咧，大家要記得，我哋而家入咗九運，九子又係火，你話嘅暖化咧有20年啊，所以越嚟越熱嘅，去到下一個一運，即係九運之後就到一運，個天氣就會變翻涼噶啦，變翻凍噶啦，所以放心，大家呢個地球係會自己調節自己嘅，唔會冧嘅。咁因為咁咧，所以今年咧，即係火嘅嘢就特別旺噶啦。
所以去到秋冬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有火燭啦，同埋爆炸。咁你話戰爭會唔會發生啊？有嘅，會有局部戰爭㗎。大家都睇到啦，突然之間太簡無端端都爆咗場戰爭出嚟啦，係咪？但係因為我哋個星宿嘅關係咧，反而例如俄烏戰爭咧就會趨向和平啊。大家睇到啦，2023年嘅時候，我哋係有一粒掃把星經過世界嘅，嗰粒佢就叫做 C2023A3。嗰粒星經過嘅時候咧，我哋就有俄烏戰爭、緬甸內戰、蘇丹內戰、以巴戰爭。嗱，一過咗嗰粒掃把星咧，今年就冇事啦，係咪先？因為比較靜啲啦。咁但係因為係赤馬紅羊，中國係另外一個可能性係同邊境嘅鄰國開戰嘅。嗱，咁所以咧，今年大家都知道而家中非同埋中日個邊境嘅摩擦，咁我就唔敢包保啊，唔會擦槍走火，但係咧就未必會即係全面開戰嘅，應該可以可控嘅。呢個即係譬如擦槍走火就會有機會，但係全面戰爭一定冇。咁而大家最關心嘅中美、中日、中台咧，中美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就係關於另外星宿上面嘅轉變。中台咧大戰嘅可能性咧係會相對比較低嘅，所以大家放心，即係唔會有呢個兵凶戰危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股票好敏感嘅。如果中日萬一有啲咩擦槍走火咧，我諗對股票都有影響嘅。加上因為出年係火年，就算正常嘅情況下咧，各種嘅因素咧，香港嘅股票咧出年咧都會係狂升狂跌㗎，所以係一個好大嘅波動。從天星嘅角度嚟分析咧，即係由2025年開始咧，我哋係入咗一個好奇怪嘅新嘅星嘅格局。七正四餘咧就叫做三王渦旋。咩叫三王咧？三王就係冥王星、海王星同埋天王星。咁呢三粒圍繞太陽系其中最慢嘅幾粒星。咁佢哋嘅影響係乜嘢咧？嗱，通常呢幾粒星咧，特別係冥王星咧，係200幾年先圍一個圈嘅。佢嘅影響性咧，通常係會慢慢發生。咁而喺2025年嘅5月咧，冥王星就由我哋叫做丑宮啦，摩羯座就入去水瓶座嘅子宮嘅初度，即係第一度啱啱入去。海王星同埋另外一粒土星咧，就係響雙魚座咧，就入去戌宮白羊座嘅初度。天王星咧就響金牛座，就入去雙子座嘅初度，即係啱啱三粒星都入去第二個宮位嘅啱啱第一步。當呢啲星慢嘅星入到一個區域嘅時候咧，係會出現咗某一個國家喺嗰個地方有一個大嘅格局嘅轉變嘅。咁呢樣嘢咧，來回咧，佢係會行3年，即係今年2026年嘅7月咧，佢哋就喺4度嗰度相會啦。即係冥王星喺子宮4度，海王星喺白羊座4度，戌宮。天王星響真宮，即係雙子座4度，又咁樣回。2027年咧再回一次，咁然後咧佢哋就開始散啦。咁呢個影響有咩影響咧？嗱，我哋成日都聽到有人而家講緊話，我哋係而家響一個百年難遇嘅大變局裏邊。呢3年嘅改變咧，個星局嘅改變咧，大家就可以事後睇到啦。特朗普咧，係咪即係個作風全部改變咗啊？由佢原本美國全部係反俄羅斯嘅，突然之間特朗普就開始傾向俄羅斯啦，成日同普京有偈佢傾啦。仲有美國嘅國防部嗰個報告咧就話，台海有事咧，美國嘅艦隊未必去得到第一島鏈度幫台灣啦，明顯嘅表示到世界嘅格局咧，
就唔係再係美國獨大啦，而家咧就會係中美即係瓜分呢個天下嘅局面啦。嗱，咁呢啲都係因為三王渦旋，咁但係呢個渦旋嘅影響係咩咧？天王星主革命，佢去嘅宮位係歐洲，所以咧你睇到咧好大機會咧，如果下2年有歐洲有選舉咧，而家都已經現象出咗嚟㗎啦，就係嗰啲所謂右翼嘅黨派咧，全部冒起啊嘛。咁另外一邊會影響嘅咧就係美國啦，因為美國而家靠 Magnificent Seven 支撐住個成個股市嘛。萬一有咩依喐，咁有機會咧又會出事嘅喎。日本咧出年咧，反而我就好擔心佢啲火山嘅地震嘅咁。但係咧呢個三王渦旋呢幾年嘅喐動咧，好奇怪，係影響唔到中國、香港同台灣嘅。我哋只係啲波瀾式嘅影響，即係人哋美國冧市咁，香港都唔會好多啦。但係起碼唔會好慘嘅。呢個就係而家今年個升縮2026年嘅格局啦。喺呢個格局裏邊咧，同時影響嘅咧就係有日本同埋美國嘅。咁美國咧，我就好擔心佢個財經嘅問題啦。咁日本本身咧就係天災人禍啦，真係所謂呢個係佢嘅一個最大嘅有機會嘅影響咯。咁日本而家仲係右翼上台，日本國民仲要支持高市早苗，咁所以呢個有冇機會同中國擦槍走火咧？咁呢個就反翻轉頭就應翻赤馬紅羊嗰個機會率啦。赤馬紅羊咧係比較多災難嘅年份嚟嘅，春夏咧就會大水啊！我哋香港咧有機會有啲大颱風嘅。咁如果你住響一啲風水唔好嘅地方，咁呢個就係叫做咩啊？古人就話點解叫做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啊嘛。到夏天咧就超熱，咁所以如果你舉個例啦，你間屋係喺個山間中間嘅，跟住旁邊嘅，咁你就要大家真係要小心防水啦。係咪要整定啲水閘啊，或者之類嘅嘢嚟擋水咧？秋冬嘅時候咧就會有火燭同埋爆炸咯。咁爆炸就咩咧？好簡單啫嘛，石油氣都爆得㗎，係嘛？唔使一定要係好大件事㗎。所以大家咪秋冬要防火咯。你知唔知道宏福苑點解咁大災？從術數嘅角度啦，雖然呢件事係事後啊，就講起嚟就唔係幾好，但係由大埔公路由沙田一路過咗呢個馬場之後，係有一條大直路。如果你揸車或者坐車，你就見到㗎啦。條直路咧係正衝正宏福苑嘅。去到宏福苑前邊先至轉彎嘅，喺風水上咧，呢個就係叫做直衝啦。咁而仲有佢衝嘅方位咧係東南邊衝去西北邊喎。舊年咧就係乙巳年，巳位咧就係太歲位，就係東南。嗱，咁所以佢就係衝正個太歲喎。而宏福苑施工做緊嘢，咁咪即係太歲頭上動土咯。而仲得意嘅就係宏福苑第一開始着火嗰個位啊，就係呢條路衝到尾第一座嘅嗰個角落頭着火先嘅。即係你信不信風水啦？嗱，呢個我哋舊時講嘅太歲頭上動土就係咁樣嚟啦。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1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